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。加措活佛著，馬德鐘聲演。第21篇，去留無心，隨意最好。有時我哋並唔知道自己喺度忙緊啲乜嘢，就好似一切都係為咗生活咁，為咗最簡單咁樣活落去。但係喺無意中，我哋又會好似花咁樣散發啲香味，感染別人。嗰啲係我哋無法預知嘅，亦都無需要刻意去追尋。但係嗰啲香味，或者會永遠留喺別人嘅心入邊，又或者乜嘢都冇留低。因此，我哋不必要去為咗某啲事大喜或者大悲，隨意係最好噶啦。咁就係生命嘅本真。呢個係一個節奏好快嘅時代，每一個人都步履匆匆。但如果生活只係為咗單調而又重複咁去奔忙，咁其實係冇意義嘅。有好多嘢係無需刻意去追尋，反而喺無意之中會留低好多閃光點，會留低最甜美嘅芬芳。無心插柳柳成蔭，好多隨性而為嘅事，達到咗效果，往往係最好嘅。就好似好多冇目的地嘅旅行咁，往往能夠收穫到更大嘅快樂，睇到一啲意想不到嘅景致。呢啲係上天俾我哋嘅意外驚喜，係預想之外嘅收穫。生活嘅芬芳或者會長久咁留喺心中，又或者會隨着歲月嘅流逝漸漸消散，最後咩都冇留低。但我哋無需為此遺憾，因為呢個根本就係期望之外嘅禮物。得到固然欣喜啦，冇得到嘅都係情理之中。隨意而為先係最好嘅，簡單啲，唔會有太多嘅糾結同埋牽絆。停下腳步，欣賞路旁嘅無名野花，喺感受到一份閒適之後，再次起程。不為生活而去，不為生活而留，咁先係真正嘅生活。第22篇，煩惱沒什麼大不了。我哋生活喺塵世中，咩人都可能遇到，咩事都可能碰得到嘅。會有人話你好，亦都會有人話你唔好。但只要我哋做人做事問心無愧，就唔需要執着於他人嘅批判。當有人對你施不敬嘅言語，請你唔好在意，更加唔好因此而煩惱，因為呢啲言語改變唔到事實，但係可以擾亂你嘅心。心如果亂啦，一切都會亂。生活係由一個無數個體組成嘅群體世界，每一個人總會同別人產生交集，難免會有合合碰碰。哪怕係全心全意替人着想，亦都會有人不領情，仲惡言相加。就更加唔使講嗰啲立場唔同、角度唔同而導致嘅諸多批評同埋指責啦。如果因為別人一個有意無意嘅批評或者不敬，讓我哋心情變壞，而我哋又將呢種壞心情帶到工作或者係生活當中，咁無形中我哋就充當咗壞心情嘅傳染源，傷害咗身邊嘅親人同埋朋友。就好似喺湖面上邊投入咗無數嘅小石，以每一個人為中心向周圍擴散，最終導致整個湖都波瀾不斷。生活喺荊棘叢中嘅人係戒備心十足嘅刺蝟，稍稍一動，彼此都會被刺得遍體鱗傷。用平靜嘅心態去包容生活中突如其來嘅批判同埋指責，呢個時候你就會發現，儘管你仲係生活喺同樣嘅環境之中，每日面對同樣嘅人同事，但係所有嘅一切因為感知唔同而另有一番模樣。或者係啲事有啲人仲係不盡如人意嘅，但係如果懂得包容，我哋自己嘅心情
都會輕鬆好多。其實冇咩大不了啊。第23篇，欣賞他人才能成就自己。事物本身係冇咩快樂與痛苦之分。一件事究竟係快樂定係痛苦，關鍵係睇我哋自己抱住啲咩嘅心態，用點樣嘅眼光去看待。如果我哋對周圍嘅事物感到唔舒服，咁可能係我哋嘅感受造成嘅啫。學會用欣賞嘅眼光、欣賞嘅心態去欣賞我哋身邊嘅人同事，人生就會因為呢份欣賞與被欣賞而更加和諧燦爛。欣賞者心中有朝霞、露珠和常年盛開嘅花朵。世間賞心悅目嘅人同事，通常大多數嘅人都能夠用欣賞嘅眼光去看待嘅。但係對於嗰啲讓人唔舒服嘅人同事，應該點去看待呢？去批判佢啊？你冇諗過呢啲正正就係要用欣賞嘅眼光去看待咩？小朋友經常會因為他人嘅考試成績比自己好而暗生妒忌，覺得嗰啲人搶走咗本來屬於自己嘅風光。好少人懂得去諗，正因為有呢啲比自己優越嘅人存在，先至令自己有前行嘅方向同埋努力嘅動力。能夠用欣賞嘅眼光去看待比自己優秀嘅對手，並唔會讓自己變得不如人嘅。相反，會因此而發現他人身上有好多自己所冇嘅優點。睇呢個世界唔好淨係用對眼，仲要用個心。失去欣賞能力嘅人係好可悲嘅，佢嘅心已經變得衰老。一個人嘅胸懷係咪寬闊，好重要嘅一點就係睇佢是否能夠欣賞別人，同埋如何去欣賞。如果當別人好似冤家咁，睇他人都係一無是處，最終自己都好難有大嘅作為。社會係一個大舞台，亦都係一個競技場。人生係一場表演，係一種奮鬥。每個人都需要別人嘅喝彩。欣賞可以讓人看待事物嘅眼光更加高遠。唔好每日將自己嘅時間排得密麻麻，留一啲空間，諗一諗點樣做自己嘅主人。呢個先係重要嘅事。我哋有機會嚟到呢個多彩多姿嘅世界，不妨學咗一個旅行家，唔單止要跋山涉水，更加要懂得銘記。第24篇，痛苦需要清理。我哋每日經歷開心或者唔開心嘅事，都會喺心入邊安家。心裏邊嘅事多啦，就會雜亂無序，然後心亦都會隨之而煩亂。嗰啲痛苦嘅情緒同埋唔愉快嘅記憶充斥喺心入邊。如果唔及時清理，就會令人糾結迷惘。所以我哋要時常整理，咁樣先至能夠告別煩亂。凡事往好嗰方面諗，抌咗嗰啲無謂嘅痛苦，咁樣就會有更多嘅空間讓快樂進駐。邊個都會遇到一啲唔開心嘅事情，只要及時放下無謂嘅痛苦，個心先至唔會生病。痛苦係因人而異嘅，每個人都唔一樣。一個窮苦嘅人，一日三餐能夠有飽飯食，就感覺到幸福；而一個富翁會為咗待客嘅時候，餐桌上面嘅酒唔夠高檔，而感到懊惱同埋痛苦煩躁。人喺希求幸福降臨嘅同時，往往做咗痛苦嘅因。痛苦源於內心過多嘅慾望。人有慾望係正常嘅，但係應該有限度。慾望並唔可怕，可怕嘅係貪慾。貪慾生起嘅時候，
會令人遠離真正嘅自利心同埋利他心，遠離諸聖賢所享受嘅真正之樂，令到人哋對自心同埋所貪着嘅對象愚痴不明，直至自害。諸苦所因，貪欲為本，放下貪欲，先會知足常樂。小孩子一出世嘅時候，手總係握得緊緊嘅，而當一個人走完一生嘅時候，卻係總係散手而去。人活着嘅目的，並唔係要得到多少，而係要通過不斷嘅修行嚟到提升自己嘅人格修養，用人性嘅光輝照亮生命中嗰啲陰暗嘅角落。一味咁樣向外求取，只會令自己喪失信心，人格凋落。萬法皆空，唯有因果不空。布施係放下貪欲最好嘅方法，不計回報，心無所求咁樣去幫助別人。只有善嘅能量，能夠讓我哋體會到作為一個人嘅真正快樂。生活就好似瓶子咁，只有將裏邊嘅痛苦減到最少，開心嘅空間就會越大啦。第25篇，能斷才能得到。握喺手入邊嘅，唔一定就係我哋真正擁有。我哋所擁有嘅，亦都唔一定係我哋真正銘刻在心嘅。其實人生有好多時候需要自覺放棄，放棄一個心儀但係冇緣分嘅朋友，放棄一段投入但係冇收穫嘅感情，放棄某種選擇，或者會因為放棄而傷感，但係傷感並唔妨礙我哋重新開始。安然一份放棄，固守一份灑脫。人總係想把握住所有睇得到嘅機會，將所有希望得到嘅都握喺手入邊，所以拼命去爭奪。一啲人總係強調呢啲係我嘅，嗰啲又係我嘅，呢啲嗰啲全部都係我嘅。一旦我嘅東西被侵犯啦，就會覺得痛苦或者憤怒。所以從來冇諗過，如果想擁有，首先要學識放棄。上天對每一個人都好公平嘅，佢關咗你一道門，必然會開另一扇窗俾你。我哋擁有嘅，或者極力試圖擁有嘅，並唔一定係我哋內心最希望想得到，亦都唔見得就係我哋最想要嘅。人生中好多時候需要我哋自覺咁樣放棄一啲嘢，放手雖然帶嚟傷感，但係呢份傷感只係放手之後嘅一種感受，並唔意味着唔可以重新開始嘅。世間最珍貴嘅，莫過於眼前嘅幸福。對於嗰啲唔屬於自己嘅，我哋只需要放開手，就能得到快樂。固守固然值得欽佩，但係放手何嘗唔係一種灑脫呢？安然放棄嗰啲唔屬於自己嘅嘢，咁就唔會被牽絆住，心無掛礙咁生活，先至可以得到生命中該有最好嘅追求。一切天長地久，其實只不過係萍水相逢。你咩時候能斷，咩時候就能得到。